而家啲嗰個鏡片咧，佢嘅保險嘅嗰個時間加長咗，係15個月。之前係半年，半年係半年加薪50度以上咧就可以免費更換。咁連多3個月都係50度定還是係有冇話？都係。咁勁，即係佢多咗成9個月時間俾你。係。好威咩？喺上年暑假咧，我就帶咗親戚嘅小朋友Nicole上嚟配防控眼鏡，期間咧都收到好多家長嘅查詢。喺最近2大國際品牌 Hoya 同埋蔡司咧同期都推出咗新一代嘅防控眼鏡，加大咗由小朋友至到青少年範圍佢哋對近視防控嘅精準度同埋舒適度。依家就嚟睇下喺會展中心站 E 出口5分鐘直達嘅眼鏡鋪，有成超過25年經驗，喺全中國有成超過100間分店嘅家族集團。佢哋帶俾大家有咩最新眼鏡資訊啊？同埋記得留意片尾，我會講埋50蚊超市現金券咧點樣拎。有效嘅都係嗰個視光師嗰個人，係啦，唔係儀器嘅問題。係咯，我記得上次介紹嘅係新樂學啊嘛，但係而家就去咗3.0。OK， 係。咁佢嘅分別咧，首先3.0咧，佢係嗰個近視嘅嗰個強度啊，加大咗。係，因為我哋舊個版本咧，譬如講佢個藍色部分咧係佢嘅防控位置，咁到個3.0咧防控嘅位置就加大咗啦。咁佢嘅防控效果達到嘅嗰個我哋做嘅實驗咧，就我哋舊嘅版本咧可以達到69%左右嘅呢個防控嗰個速度嘛。咁而家佢哋做嗰個實驗出嚟咧，就發覺嗰個新版本咧有一部分小朋友咧，基本冇加深喎，呢個適合度數加深就比較快。如果你個小朋友咧度數加深好快，你覺得好似有就算戴嘅舊嘅防控鏡好似都效果一般，或者戴以前嘅嗰個依視路嘅嗰個星水佢好似都冇咩效果，咁又加深好快嘅，可以試一下嗰個新嘅版本啦。準確嚟講，Hoya新樂學3.0咧，主要係加大咗近視防控嘅範圍，令到小朋友戴眼鏡嗰時咧睇呢個範圍咧大咗同埋清楚咗。咁相對嚟講，用眼都冇咁辛苦啦。同埋根據官方嘅實測啦，佢對減緩近視加深速度咧係比之前更加有效。我問多樣嘢，因為我真係想了解。咁2.0又出咗幾耐咧？2.0應該有8年啦。8年？係啊，即係佢變咗由2.0去到3.0，佢都用咗差唔多8年時間去更新。係研究啊。研究做嘅喎。對。好嘅。OK， 一般嚟講，其實去到幾多歲咧俾佢哋戴？18歲以下都得嘅。都得。OK，明白。好。另外 ，Hoya 仲有一款全新嘅近視防控系列，叫做新月控。我哋簡單理解下，嗰個鏡片比較適合散光高啲嘅小朋友。我又中意睇一啲電腦啊、電子產品啦、手機啊、iPad 啊呢啲。係散光增加得快嘅小朋友，比較適合嗰個鏡片。3.0咧係比較適合近視，就普通近視加深得快。近視今年100度啊，我過咗半年由150又200咁樣加。咁嗰個咧就比較適合散光啦。因為其實防控鏡片裏頭咧散光係好難控制嘅。而家啲嗰個鏡片咧，佢嘅保險嘅嗰個時間加長咗，係15個月。之前係半年。係半年加薪50度以上咧就可以免費更換。咁連多3個月都係50度定還是係有冇話？都係。咁勁，即係佢多咗成9個月時間俾你。係。好威咩？至於蔡司嘅防控鏡片，又睇下有咩系列啦。而家蔡司嘅嗰個青少年嘅防控鏡片咧係喊咗小樂園咯，小樂園。係佢係分咗2個版本，H 版同埋咧 S 版。嗰2個版本咧嗰個分別就係 H 版咧就係強度大啲，係呢個適合容易加深得快嘅小朋友，想嗰個效果加強啲嘅。係咁頭先嗰個 S 版咧嗰個會舒服啲。係比較適合，可能第一次戴，擔心適應唔到啊，或者有少少唔舒服啊，唔習慣啊，咁 S 版就會緩解啲，舒服啲。但係佢嗰個防控嘅效果個強度咧就冇 H 版更加大。之所謂冇咁舒服係啲乜嘢情況咧？因為防控鏡片佢個鏡片咧唔係普通鏡片設計，佢呢個鏡片周邊啊或者嗰個旁邊其實只有中間係清楚嘅，係旁邊咧會有少少磨砂感或者會有少少蒙。就變咗會好似戴唔慣咁啦，就唔係話傷害咗你隻眼，只係好似戴唔慣咁。對啦。OK。係啦。好。
咁佢似唔似漸進啊？其實我成日聽人講話漸進個範圍就係話側邊有時都會蒙啊，係咪又係類似呢個咁嘅意思咧？感受可能同漸進有少少似，但係佢個原理啊、設計啊完全唔同。漸進係因為度數變化，上邊同下邊度數唔同，導致嘅旁邊會有啲亂嘅度數或者有啲蒙。咁呢啲防控鏡片係因為加咗啲技術嘅嘢到個鏡片裏頭，其實係普通鏡片裏頭加啲嘢，但係漸進唔係普通鏡片，佢係多焦點鏡片。多度數嘛，就係多焦點嘅意思啦。係咁，蔡司嗰個產品咧，佢同頭先 Hoya 嘅分別咧，其實都係防控嘅技術唔同。佢個技術咧係模仿嗰個OK 鏡嚟嘅。咁蔡司嗰個小麗苑咧，就係模仿個 OK 鏡嘅原理做嘅鏡片，係啦。明白。對散光方面咧會有好啲咯，都係散光。跟住我都有問下，咁家長應該點樣去揀呢兩個牌子咧Hoya本身係嗰個亞洲嘅嗰個設計嘅，佢呢就算係漸進鏡又好，或者其他鏡又好，佢個生產線都係跟翻嗰個亞洲人嘅面型啊、習慣啊設計。一般蔡司個鏡，因為佢做鏡頭噶嘛，佢個鏡片高清度會光啲。咩小朋友適合咧？或者佢以前就戴慣 OK 鏡嘅，係呢啲人可以試一下嗰個 OK 鏡嘅效果已經放到個鏡片裏頭啦。呢度咧都好多謝負責人講解咁詳細嘅資訊。總括嚟講，兩款國際嘅牌子咧都各有特色，亦都針對咗唔同小朋友嘅需要。建議去到鋪頭嗰陣咧，都再詳細問下店員啦。同埋我之前嗰條片都有介紹咗呢間眼鏡店同小朋友嘅驗眼流程，同埋一啲嘅牌子嘅建議，大家可以睇翻。除咗防控眼鏡，呢度咧都有賣近排好 hit 嘅懶人神器素顏鏡片。鏡片會帶有淡淡嘅漸變粉紅或者橙色，戴上去顏色會反射喺面額上，營造自然嘅紅潤感，可以修飾黑眼圈、眼袋或者眼周圍嘅暗沉感覺。配搭埋鏡框咧，可以提升立體度同埋面部嘅平坦感。有時喺屋企開 zoom 或者想化個淡妝出街咧，戴呢副眼鏡咧就最啱啦。佢都仲有好多唔同漸變色嘅鏡片選擇。普通一副平光嘅素顏鏡咧就大概200蚊左右。至於變色眼鏡咧，普通嘅平光鏡都係大概200蚊左右。平時室內咧當眼鏡用，出街咧有陽光就會變色。提供100% 嘅紫外線防護。我自己咧都買咗一副防藍光加埋變色嘅鏡片，長時間對住 mon 剪片同埋出街好曬嗰陣咧我都用到。而呢度咧都有最近開始多人留意嘅 AI 智能眼鏡，有興趣咧可以嚟體驗一下。另外，大家只要 show 我呢條片俾佢哋睇，同消費500蚊或以上就可以攞到50蚊百佳禮券。平時嘅眼鏡禮品咧，大家都應該攞得多啦。呢期嘅優惠咧就覺得實際啲，咁名額有50個，送完即止。需要為小朋友配近視防控，或者自己配翻副防藍光做嘢用，為咗最紅嘅素顏眼鏡帶出街影下相，就快啲過嚟攬埋個優惠啦！呢個眼鏡係喺會展中心嘅 E 出口出，轉入去就會見到金鐘環美食廣場，向前行就會見到 M 記，望上去個水牌咧會寫住 A 座電梯，一直行見到金鐘環國際商務大廈，轉入去搭 lift 直上27樓就到噶啦。佢哋嘅 Facebook、YouTube 都會定期講解下唔同眼鏡嘅資訊同埋點樣保養眼睛，有興趣可以睇睇。未訂閱我個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啊！你哋嘅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咧，對我嚟講都係好重要噶。好啦，今集嚟到呢度，多謝收睇，下集見，拜拜啦！人海裏比賽攀爬，有效嘅都係嗰個視光師嗰個人，係啦，唔係儀器嘅問題。是你這可愛兒童，仍然廝守心底裏，來給我休憩收容。遊行赤子心，總不捨得變賣。遊行還有你，給我力量去捱，而你赤裸裸脫足如像。